来是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，11月14这个礼拜六要伫个新社来开幕。今年是用25万丛的花草，以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主题哦。咱唱一部，报互乡亲看。 11月14号，台中新社要举办花坛节。为空翕的角度看，用4支条仔采10米悬的红心红叶，会当看到伊是要飞去头前。那过1点钟，红叶会开始震动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红心皇后的手正在挥舞，还有脚的部分。 另外，伫咧爱丽丝梦游仙境内底，麦当看到真侪梦界角色。市政府今年用25万丛的花草种主题花园。 预计上250万人来现场参观。从入口开始，我们就会有第一个问题：你认识你自己吗？你想长大吗？那答案一定就是是或是否。那我们就会指引向左边跟右边不一样的方向。那不一样方向，其实后续还有5、6个问题，就会引导你走向不一样的展区。台中的花坛节今年办第10年啊，除了用花草种6大主题的装置艺术。 现场有30届花海和花园展览馆。观光局讲，要由台中新社变作台版的普罗旺斯。